歡迎大家繼續收睇表演藝術研究系列嘅影片。喺上一集，我哋聽過一啲唔同嘅藝術家，佢哋點樣去睇做研究呢一件事。今集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個具體嘅例子。同我哋做分享嘅係劇場工作者鄧世昌，佢係黑鳥劇團嘅創辦人，從事唔同方面嘅實踐，包括演員啦、導演啦、編劇啦，亦都有做戲劇導師。佢喺2017年由香港演藝學院嘅藝術碩士課程畢業，主修編劇。而今次佢分享嘅例子就係一個佢喺讀緊碩士課程嘅時候所做嘅試驗。我哋選擇咗呢一個例子作為個案，因為當中佢展示咗幾個重要嘅過程，都係藝術工作者佢哋做實踐研究嘅時候必須要經過嘅一啲嘅過程。當你睇以下嘅短片嘅時候，試下睇下你會唔會揾得出呢一啲嘅過程啊？另外，點樣去反思我哋嘅實踐，亦都係實踐研究裡面好重要嘅一環。鄧世昌佢喺佢做緊嘅呢一個嘅研究計劃嘅時候，佢進行咗好深入嘅一啲嘅反思。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到底佢反思緊啲咩問題，而反思所得又會點樣影響到佢自己嘅一啲嘅創作嘅方向，以至到將來做研究嘅方向呢？或者你並唔係一個戲劇人，但我相信你會由呢一個例子裡面獲得到一啲嘅得着，然後可以套用得返喺你自己嘅一啲藝術實踐嘅範疇裡面嘅。Hello， 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我在校嘅時候讀緊編劇嘅時候做嘅一個 research，咁係關於 musicality of Cantonese 同埋嘗試用音樂呢樣嘢去建構，睇下可唔可以 apply 落去playwriting 度，喺寫劇本嘅時候可唔可以加入一啲音樂性落去喺裏面嘅存在。咁先講下我寫劇本其實都係用緊漢字啦，用緊粵語啦。咁漢字對我嚟講係方塊字，咁係一格一格喺一個方格裏邊嘅。我想像佢一格一格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音符，一個 music note 咁樣。咁大家都知道，譬如英文佢係一個多音節嘅語言嚟嘅，即係例如 umbrella。佢需要用3個音先至可以表達一個意思 umbrella。咁但係如果漢字嘅話，我哋只係講傘呢個字一個音，我哋就可以表達咗佢係嗰個 object 啦。咁所以中文同埋英文之間嗰個語言嗰個 difference 係喺我呢個 research 度係去揾下兩者之間有啲咩分別同埋共通之處。中文每一個字咧，其實係consist of 呢個聲母、韻母同埋一個聲調。粵語咧，我哋會有個粵語9聲。譬如我個名大家睇到聽、鄧、DANG 錄，D 就係嗰個聲母 ，ANG 就係韻母，錄就係嗰個粵語9聲裏邊嘅聲調。咁大家見到最尾嗰度係噔、等、噔、噔。就係頭嗰6個粵語9聲頭嗰6個啦。咁有啲粵語9聲嘅拼音咧，佢係有聲冇字嘅。咁你見到鄧係6，跟住細係第3聲，窗係第1聲。咁原來每一個漢字其實佢聲母韻母加埋個聲調之後咧，會產生一種嘅音樂嘅聽感。我喺網上面做咗啲 research， 就係當第1聲1至6聲咧，你會聽得出咧，其實佢喺個音階上面係有啲分別嘅。譬如我頭先講緊我個名鄧世昌，其實響耳仔如果敏感嘅話，你聽落去嘅時候，你就會聽到係6-6-3-1。即係話佢係有種向上揚嘅聲音嘅感覺嚟嘅。雖然佢唔係哆唻咪發蘇咁樣去分，但係我哋聽嘅時候係會隱約聽到佢有一種升 key 嘅感覺嘅。咁我攞咗呢個to be or not to be 嚟做一個例子啊。當我哋去翻譯佢嘅時候，翻譯佢做生存定係死亡。大家見到第一個 transcription。佢係146624，生存定係死亡係由高低平平高低
咁樣去譯嘅。但係第二個咧，其實個意思係一模一樣嘅，喺中文嚟講，生存抑或死亡。當你聽到係141624，係一個有音樂上面抑揚頓挫嘅一種感覺。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我呢個 research 亦都係可以 apply 落去翻譯嘅時候，就算我哋用緊相同嘅意思嘅字眼，但係其實我哋去選擇，亦都可以喺音樂裏邊可以去理解嗰個翻譯嘅即係選擇。咁我開頭就揾咗Shakespeare 嘅 Musical Arts 嚟去研究啦。莎士比亞嘅台詞大家我諗比我更加熟悉啦。喺佢嘅台詞裏邊咧有好多詩即係 sonnet 嘅一種節奏感。而我嘅探討咧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喺莎士比亞嘅寫台詞嘅方法 apply 落去粵語。我哋用緊嘅文字嗰個特性有冇 apply 嘅可能咧 ？Shakespeare 嘅佢最常用嘅咧就係 iambic pentameter。iambic 嘅意思即係弱強格，即係佢 to be or not to be， 佢係低高低高低高，弱強弱強弱強咁樣嘅。咁喺英文咧，其實頭先講過佢係多音節，譬如alone， 其實佢天然地佢就係低高弱強。submit 佢就係弱強，但係佢呢個佢唔係淨係限於一個 vocabulary 嘅，佢可以係拆分去做，譬如最尾嗰度example，you know， 你可以輕重咁樣去emphasize 嗰個字嘅台詞嘅讀音嘅。咁下邊嗰啲係其他嘅格啦，即係弱強弱格啊等等，強弱弱啊咁樣。咁嗰啲係再喺 Shakespeare 早少少嘅時候喺希臘某啲地區去寫詩嘅時候咧，佢哋會用唔同嘅格去寫佢哋嘅詩詞嘅。咁而 Shakespeare 最常用嘅就係 iambic pentameter。咁 penta 嘅意思大家都知啦，就係5個腳5個 feet。咁當佢5個拼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弱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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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嘅台詞咧，成日都會有一種咁樣嘅節奏感嘅存在嘅。咁佢點解其實會出現咗一種咁樣嘅iambic pentameter 咧？係因為喺西方嘅 research 咧就話咁樣係會好似佢哋平時嘅講嘢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聽落去嘅感覺係好似一種心臟嘅跳動嘅。而當你寫台詞嘅時候，如果佢係短過penta 嘅話，即係少過5嘅倍數嘅話咧，咁佢就會有一種緊張、快速、有力嘅感覺。但係當佢唔係penta 而係再長啲嘅台詞嘅時候咧，就會有種舒緩、悠閒、深沉嘅氣氛嘅誕生。咁跟住我就開始去實踐啦點樣可以將呢一個 iambic pentameter 同粵語九聲去試下模仿佢咧喺我嘅寫劇本台詞裏邊。咁我就嘗試下如果我係用嗰個音階嘅升降呢一個去模仿佢嗰種質感得唔得咧咁樣？咁譬如我有啲嗰度有啲詞語啦查實。其實呢個詞語本身佢就係4/6，即係佢係升 key 嘅咁查克南方其實係升 key 嘅，降 key 嘅亦都有嘅，輕快、兄弟、輕微。咁成個 research 我係唔係特別要去話將呢種音樂特性好顯露地去俾觀眾去知道呢個係特登去咁樣構造㗎咁樣。反而我覺得係當我去寫劇本嘅時候，我要去捕捉隱藏咗喺語言裏邊嘅音樂嘅一種美學。咁我嘗試模仿呢個musical arts 嗰啲過去寫一啲台詞咁樣啦。咁你見到其實咧呢幾句台詞，譬如我可以讀一次。食咗飯啦咩？食咗。飯喎食咗。3碗細牛腩麵。飯啊大佬。
我而家咁讀咧，當然係好着跡地去讀出嗰種音樂性嘅。但係當演員如果佢演繹嘅時候，佢冇佢好 honest 地去讀翻個語言嘅時候咧，響觀眾嘅聽嘅時候就會隱約覺得咦有一種彈性，有一種跳動喺度。咁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莎士比亞嘅台詞同埋佢諗到呢個 iambic pentameter 係好犀利嘅，因為apply 落去粵語嘅話咧，係確實係有一啲難度。咁於是乎我就再喺從呢個音樂呢個角度去諗下我點樣可以再喺我劇本裏邊去 apply 到，去製造到一啲 rhythm 喺個對話裏邊製造啲 rhythm。咁我就試下 construct 一啲 line pattern。咁我自己 set up 咗4個 form 啦，第一個 form 咧就係 equal numbers of words， 即係22、44、66，其實33、77、99咁都得嘅。second form 就係unequal number of words， 咁可以係02、04、06或者24、46，anyway 總言之係 unequal number。第三個 form 咧就係 half restricted in number of words， 即係話其中一個係 set 好咗係0啊、2啊、4啊、6啊、5啊，但係另一個咧係 freedom 嘅，自由嘅。我中意寫幾多個字都得。第4個 form 咧就包括響我呢個 research 在內，因為係00，咁冇嘢講嘅，咁就唔係一個 text base 嘅 script writing。OK， 咁我喺在校嘅時候參加過一個劇本嘅創作嘅 presentation， 咁我寫咗個劇本叫《飽城故事》The Story of City 飽。咁我哋見到左手邊咧，我特登就試下呢個 first form 22。咁你會見到好似一塊嘢咁樣嘅，每個角色佢只係講2個字嘅啫，鎖門鎖咗，坐。唔該，手機冇帶 ，well done，thank you， 等陣 ，OK， 我啱咁樣讀出嚟 ，create 咗一種乜嘢嘅感覺咧？雖然喺內容上面我暫時唔好理究竟呢個角色其實佢哋嘅對話係講緊啲乜嘢故事內容唔係喺我呢個 research 在內嘅，我而家只係一個external 喺度講緊文字嘅數字去衍生一種風格。右邊我哋見到一個24嘅方咯，唔係你哋，唔係，真係唔係，我肯定係黐線，死臭乞兒，喂你邊個話唔係你哋係邊個啊？講啊！最尾係一個反高潮嚟嘅，係一個 suddenly freedom， 你嗰個角色有一大段嘅台詞去講。某程度上節奏喺前面 set 咗一個節奏嘅 form， 然之後最後嗰段台詞係一個 punch 咁樣去highlight 咗嗰個文字本身嗰個格調出嚟。咁係啦，呢個我寫咗係幾乎45頁嘅一個劇本嚟嘅，完全係依據住唔同嘅 form 去寫。咁嗰時 presentation 完咗之後，我都特別邀請咗一啲做音樂劇嘅朋友演員佢嚟睇咁佢睇完之後，我都冇話俾佢聽我 research 係做緊咩，但係佢就咁直接行埋嚟，佢就話我聽到嗰種音樂嘅感覺嗰種你有一種設計喺裏邊，但係唔知點解好有趣咁樣聽到之後我都有少少因為即係原來自己喺呢度 hidden 咗喺裏邊嘅嘢咧，原來係有啲比較 sensitive 嘅人咧，佢係會聽得到嘅。當然，如果你唔係一個好 sensitive 嘅觀眾，對於音樂文字唔係好 sensitive，你可以好專注去睇個故事，可以去情節character， 但係喺劇本編作上面，如果俾呢一個故事情節再輕多少少嘅藝術價值，我覺得就係嘗試緊而家呢樣嘢。睇下裏邊可唔可以隱藏一種功力，或者隱藏一種裏邊嘅research 擺咗落去呢個 practice 裏邊。咁forthcoming我就會繼續去做呢一個每一個方研究佢嗰個 characteristic 啦。另一樣嘢就係去比較下
每一個 form 之間嗰個 rhythm 其實佢製造一種乜嘢感覺咧？當我擺唔同嘅文字嘅內容落去嘅時候，唔同嘅故事嘅時候，佢會唔會又會有轉變咧？第三樣嘢就係最後就係好似一個 form change to 另一個 form 嘅時候，佢會又會突然之間會出現咗一種乜嘢嘅效果咧？係啊，呢個 research 我會繼續做啦。咁跟住其實類似頭先講嘅 Iambic Pentameter 啦、musical art 啦、Cantonese songs 即係廣東歌，甚至乎其他原曲、宋詞所有我諗有關文字嘅音樂性嘅嘢嘅範疇，都會係喺呢個 research 嘅範圍之內嘅。OK， 咁係啊，今日短短地可以分享呢一個香港在學嘅時候做咗一個咁樣嘅研究，咁希望大家睇下聽唔聽得明嘅，陣間可以有啲討論。Thank you。鄧世昌喺佢嘅分享裏面，將實踐研究裏面幾個重要嘅過程解釋得好清楚。首先佢會做一啲嘅資料搜集，然後佢會通過藝術嘅創作去將呢一啲搜集得嚟嘅資料做深入嘅探索。透過不斷嘅探索之後，佢會慢慢對佢自己嘅研究題目有更深入嘅了解。另一方面，呢一個作品亦都俾我哋見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藝術家點樣可以將佢哋嘅作品理論化，英文稱之為 theorizing 嘅過程。喺呢一度理論化並唔係只將我哋嘅作品咧同一個實際裡面去抽離，相反理論化係講緊點樣可以好扎根咁樣透過我哋去研究其他人嘅實踐啦，以往嘅人，尤其是以往嘅人嘅實踐，又或者係一啲相關嘅理論，能夠為我哋去創作咧提供一啲更紮實嘅根基。再睇翻呢一個例子啊，我哋見到鄧世昌佢點樣去研究翻以前嘅劇作家，佢究竟點樣去將韻律呢一樣嘢擺入去編劇作品裡面嘅呢？而透過呢一個嘅理解裏面，佢亦都更加深入去了解到呢一啲做法嘅起源係點樣㗎？有啲咩嘅文化含義㗎？有咗呢一啲嘅想法之後，就令到佢喺做藝術創作嘅時候有一啲更加紮實嘅理論基礎。亦都透過佢繼續去不斷咁樣去鑽研啦、去嘗試啦、去實驗啦、去反思啦，繼而慢慢就發展出一個佢自己獨有嘅編劇方法。喺呢個演講進行當日，當台上面嘅講者佢哋分享完之後，台下有一位發言人提出，作為藝術工作者，我哋亦都需要考慮嘅係我哋嘅作品究竟對於社會有啲咩更廣泛嘅含義嘅呢？冇錯。實踐研究並唔係純粹關乎藝術嘅，佢亦都關乎到我哋嘅藝術究竟對於社會有啲咩意義。無疑喺頭先嘅演講裏面，我哋會主要睇到嘅係對於呢個作品喺藝術上面嘅一啲嘅討論。但係如果我哋要去思考呢個作品究竟對社會有啲咩意義，或者都唔難諗得到嘅。你會有咩諗法啊？你覺得呢一個作品喺社會上、文化上，又或者政治上，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意義呢？不如試下揾一位朋友同佢分享下你嘅諗法，大家討論下呢個問題，睇下唔同嘅人會有啲咩唔同嘅想法啦。